来看台南市丰泰，甲连续几天的大水雨，造成中南部的灾情是真严重哦。有北街所在已经无电第6日了，日子是真歹过。总统赖清德今仔个在落南勘灾，头一站是去台南7股的西寮，嘛承诺讲下晡5点会当送电。这边丰泰的专案，要来专门照顾厝倒去、半倒厝尾顶掀起这民众，用比较过去地动灾害救助的这个经验，佮运用现有的体制，来提出一个专案。咱西寮即搭只的电预定5点会当接来，了后你个水啊，迄个水压就会当拍起来，拍起来你有电有水。咱即嘛咱的这个基地台有电了后，你的手机啊会当充电，手机啊嘛当拍会出去。台南嘛，全区总统有特别要求，今日一定要互大家有电。即届7股沿海线16个中阵风哦，算当是真严重。一寡所在目前阁无网络的信号，嘛无法度对外联络。在地祝福是望国当赶紧来恢复正常的生活，嘛望国当派愈侪国军来斗相共。市政府嘛发起募款哦，嘛强调讲会比照南西地动的标准来补助。目前7股的西寮阁有3400户电阁还未来，台电是讲按算下晡5点会恢复供电，基地台个手机啊都会有信号。再来哦，对总统嘛联络，对将军、客家、柳营、甲后壁等所在去勘灾，来听灾民的心声。